国历史上曾涌现了多少清官廉吏，他们如耀眼的繁星，点缀于历史长河而华光四射。樊颖，浙江常山秀溪人，今常山何家乡。在他的为官生涯中，严于自律，勤政爱民，公正清廉，不畏强权，可谓煌煌业绩卓著。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他的名字在明史记载中熠熠生辉。
忙上班，我对不起祖宗啊！同时，惊动赵罪4次大罪，赵天王要将他把心交纳覆水。你想到底上一级犯解灭我们的覆水吧？是啊，到底覆水不是话来，我一个小小的护士，也奈何不这样？大家先回去吧。让我再想想办法。
等关节不清，搭配多久一些，为大圣接风喜。不必客气，大圣不必客气。此经惊动百姓，保水之情，你这人不长此次难饶此处。他怎么了？我昏了。他快吐了下去。百姓疾言重伤，你却自此屠杀。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大圣，在下作一份，帮忙小拿送礼何为？大圣不用请你来此并非第一次地把控罪经提醒名义，在送些上罪的餐两两心意。大圣此言差也，我来惊动乃知之所在，哪有无不接受礼佛之礼？大圣，下官送礼给大圣，这是代表下官的一点心意。不怪这句风浪，他在收你罪罚，此乃非分所得，这欲受归何意？大圣言重了，必生成分送你作为理亏不恰，难退为理不之理，请大圣还是随下吧。不，徒是。怎能大声叫唤，下官不胜羞愧，告退，告退。在这份东西思一思，看来这个党因为可以比贼多大，这些上货他真看得上也。这个土司歼灭谢云奎，看来皇上表彰他的圣旨，却马宣读。禀大圣，土司爷的官家举荐，命他举荐是有期。土司主官家把我卑贱请在大人，土司刚刚委屈，你又来作甚？是在
是礼轻情薄，不忍轻易，当你我背上黄金千两，望大人笑纳。黄金千两，黄金千两，出此数目，4次厚礼，1月何为？大人虽想再4把，身为一方土司，不是会给别分家里，对朝廷命官放不一回，心地肮脏，遭罪所拘。所以将父子送来的1千两黄金编为2色，就近对名大圣。今天大圣土司你大人呐，惊动遭水震灾，百姓生灵都怕，流山水朝廷，朝廷虽怕勇士差最近，恰不是谁不在里来，谁不知。下官以为大圣也不为留啊，所以我劝你，朝廷几次升级，你是死无处之地。朝廷不下来的政绩，实在是非谁粗心啊！什么？朝廷政绩非谁粗心？2次分3千两，1次分5千两。什么？只有3、5千两？大圣啊，这点政绩，你叫我们所分解几万贼民呐！朝廷每次下过，均于王庙黄金，竟是层层奔波，官丑陋，所以层层往上查，必要查出水落石出。是，土司大人，你既是官员，巧取豪德，官都也，为何你还要以明知密告，这个贿赂于我？大人，这黄金从何来？老黄金，难道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来朝廷怎快速禀？哎呀，大人呐！从征战以来，土司为了举济灾民，马店，倾其所欲，这黄金都是土司他别们祖宗的家产，我来的呀！
被尊为一皇帝，全军朝廷一岁奏行，你冒孙决定借命父孙，会不会？本官虽身上之意，威武在民，有理之义，有错之咎，怎能顾前思后，忘个忘生？我便不虑是所不到天下。哎呀，好，我这个举办，谢大圣。亲政恩令，所与你爱不顺，却不真正临危不惧，苦尽不赔呀！你目同面吧，土司皆子。京东提曾四娘不言避语，为体恤民情，沉迷生活，可是忘尽三房粮。用这狗粮一直灾民，却不怕心息力数，为民请命，神官表彰，敢忘尽钱粮，以死家家，请此万岁。我里面有救啊！我里面有救啊！大圣，大圣，外面意外大批父老乡亲，必要祭奠你齐天大圣。齐天大老爷，齐。小玉归正去，镇守夫人一事，查清楚。原来是派去的许花，反应从中作梗。这方面知道是大家所为吧？他一阵一阵往上查，巨炸到死里间内，明知死里间战役，正与归一代遇上你关下，这不是？这个浙江长沙的乡巴，有些不知天高地厚，但知天塌。
他这是铁水正上，令动土。他目前生的草坪，他曾推崇。这皇上有什么防议吗？据我参与休息，皇上上这时先过一过再上。如果皇上是你一岁黑呀，这位来动谁呢？哈哈哈！好，皇上实现各一个，咱们也先各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先不去同防御者消。反映万大人在京中立志再去，为父再命，免去无罪，不是个大清官呐。
以为民请命，借命于水府，我于心有为呀！不，沈大人，你心系民情，爱民如子，却竟发心爱财你。惭愧惭愧呀！反应大圣到，快快相迎。为我不推官府，这便当啊！范大人，惊动地震4年，却经天火兵发，生灵涂炭，命源鼎沸。这位父母官，看暗光狂澜，我会对一领惊号啊！国兵色清楚见中，无意马也，亦与中不息，更亲近些。好，说得好，做得好。本官此番奉旨，寻思云贵灾区，一来赈灾济民，二来勘察各地丰富官员，表彰有益，政治富恶。范大人悉力相助，政治确定。他是真的却是愚呢，规之定当，可尽神髓。众百姓且为去吧，谢大人。怎么了？不孝被他等这子把头叫他一2天，不去了。这是正在人民之前，来呀，是为民好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这位老爷救了你。请老爷。起来，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韦老爷，我叫崔大嫂，我们是一两地人，两里，你两来的，两来的，我家人都死了，留下我们兄妹俩夜路乞讨来到这里。哦，来呀，将姑娘送回府中，做出一类的救治。请问大人，请。情
去何来这么多米粮？这名计划为我外邀外语，更奇怪的是，东顺当红七不过，为谁的进士崔大嫂？崔大嫂，他是带着平美的让民正事，那七个放风都不知是经，但这崔大嫂却有事客不肯交代。看来其中定有一计。崔大嫂言在如此，愿万上万样。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，崔大圣妹妹崔香明到书堂上门来了，不能让他进来。是不？让他们兄妹相见。是。
望你兄妹不死。兄长，虚皇大人面前，你就大胆地讲。大圣，大圣呐！兄妹常且遭阳关之下，切防注意安全。是，随我来。如今对你蒙蔽了双眼，俺娘反应，祷告一层，我告一丈。禀大人，已按查身份腐败。哦。我有疲累，也是好哦。好，请按大圣当。正爱雷厉风行，有请。大人一朝来访，不知有何指教？沈大人，这是他用在乱环江渡口作为一只茶孙。大人，什么大孙？长有满转迷了，满转迷了，要往何地？本官正想来问沈大人。哎呀，大人呐！却竟再荒一人，百姓几经比劫，哪有你俩怀孕？或许是两伤犯孕，私下谋离。哦，这也有可能。如此本理，我有钱朝廷正量转对，予以回复。大人是我不方的，安神对安良说话，就差是。大人的意思，于是高法力将正贼力量运往你俩放慢。什么？好像大人呐，这可是无证无据、无言本官呐！啥有神真？下官国元神垂。好。大圣，不好了！屈大少昨夜被杀死在阳关。范大人，这是人在哪里呀？
大道却尽不义，绝亲小儿，这夫妇却真正接儿，这几明白，有些不可思议呀！是啊，我们在周家之地里往往虽了个遍，没有可玩之处。这望在神府门口睡到天明，已经有人蛛丝马迹，老街巨完了。那崔大嫂买账了吗？买账了，可来崔小你的死去，我来崔小你，快把小妮姑娘叫来！是。这是老妹生说。
想到了，即来告诉我们。多谢老爷。老爷想起来了，好像是什么他为是什么？他宝塔，哎，老爷是他是宝塔。哎呀，大人想起来了，在我角度口边有一座宝塔山。妄图逃他罪责，我问你活佛不在，死者何在？良心不在。大人呐，且用下官申辩呐！宝塔山下米粮在宝，只是本官患得无言，当即之类，下官愿申罪。我有什么可申辩？大人呐，此番大寨之真金明亮，上人仍小于不敌，半朝廷下不正量，均须按比例一地出美，将两款上交。你是什么？上对是，这是朝廷的一项计策。朝廷计策，大人呐，上对的规定，谁国违抗？故而在云贵寨区，所有官吏皆照此办理，无一违抗。
夜长长。
就在指挥所的师傅徐家场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好，杀他！慢，把他带到这里来。可见大老爷，许着他，你的主子不用，一抓土鬼王，你一个小小的主仆，逃得了土上，逃不了庙，你还不重生将来？大圣，这是他交代的计划与启程。大圣，我已将所知之事一问特陈，请大圣明察。许着他，主用身为运会救灾之会，当他暴天肆意团战灭贼，众官员皆救了他群腾正义之事实。你作为账房之部，难道停止这兵上也叫？你老实交代，与东北的人出。本官断案泾渭分明，杀痛给前妃彻底交代，这将公之贼从轻处罚，杀知情不报长压罪责，一谋无用的一则统言。走大老爷，非是小人不报，实是有难言之隐啊！讲，大老爷，勿用揭我凶残，他这身实是东厂司法，小人有事揭开内幕，他早已帮凶就为上权家，我及亲分，我死不作谢，可真对得起八十老母与何家大小啊！真是你是不肯老实交代了，你完不好，父亲叫你上班，能不能那样拖下去？不哭怒骂。许志昌老爷。云归报时，
详细反映，严惩死杀。
放弃我！你怎么老与大家过去呀？不争生命，太天情深。好，云暖水富水，你这杂家一本，你还以为杂家不知好？那是你家朝圣子欲所贼名。这既不以生命情，一生躯体爱有死子，你恰若无理起配，致使他孤身从军。你不觉得对同了无语残忍了吗？那生命且况是去处见从，不宜速色，这是家传圣旨，欲所不惜的他无理。你将身上3万斤，作为土到南宽拉萨，即便从云贵恩福光远，一千700人，怎能前赴故身，后赴雷震？搞得鸡犬不宁，生生自毁。你这是在落后他民草稿，为天灾民亡，民不聊生，目标在高，默默抗议，苦吞文武力，不顾黎民死活，趁机巧取豪强，杀过政治的命乱定非，这其中与不少是你的亲心吧？哎呦，这哇塞的，那云贵就在此会无忧，也是大家的亲戚，你不会也去回答他吧？纵容谋王法，不顾灾民疾苦，倾城生民，况称贼大狂官，难道不给张手示众？有打，有打，哈哈哈哈哈！其实你讲出希望，自身荒唐，难道你不想有条后路？
慎重啊！永远爱千年慎重，这一刀下去，这可是死什么？死什么啊！大圣，不可能！这一来，天翻地覆，地覆天翻，这叔叔相连，人人相长，千数百代，百代千数不了，这地震大圣，大圣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类似这的门路啊？明正德3年，以辞官还乡的樊莹遭宦官刘瑾诬陷，一生廉政爱民，鞠躬尽瘁。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樊莹被剥夺诰制，削籍为民。家国去。
为乡亲，我放映在外诉声音，恰丝毫必争的家乡，做过公信，我跪地长上父老啊！范老爷，你说是这位朝廷鞠躬尽瘁，为百姓恩信的些，你是我们长三生的荣耀啊！对，长生是你荣耀啊！说乡亲啥的，二妹苦生称，一人去广东，一个称你，一个人必有相似故。范大人就不担心，有且而嘛。李大人，你过奖了，多谢众位乡亲。下官告辞。
明正德3年11月18日，一代清官樊莹离开了人世，终年75岁。家人遵其遗嘱，以最简朴仪式草葬于今何家乡境内。明正德14年，宦官刘瑾伏法，樊莹冤案终得昭雪。樊莹以其持身廉洁、用法明慎而被载入明史。